台中一中妈妈联谊会合唱团是由一群人美心善的妈妈组成的。协会办的第一场公益音乐会就热情参与。今年是妈妈合唱团成立第22年，是一个台中一中的在校学生或毕业生的妈妈都可以参加的社团之一。合唱团每年都会参与校内外的活动演出。接下来就要来欣赏由人美心美、歌声更美的一中妈妈联谊会合唱团的表演。今天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歌曲：1. 半山谣，客家传统歌谣；2. 听泉；3. 客家民歌，客家童谣。指挥陈玉兴老师，伴奏胡慧婷老师。嗯。